台南市倒立无人机空拍影像辨识等智慧科技，借此提升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的智慧交管效率。市府交通局19日再度公布结合上新改版的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网，将道路工程、连外道路，或者是连续假期期间的用路即时资讯全部整合起来，让用路人会当依照即时的车况选择交通上好的路线。用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在提供包括路径的规划，包括车位的巡查，这些都是用一个 AI 智慧交通的系统来做一个连线。那我相信借着这个部分会减少很多用路人在寻找停车位或是这个避免塞车路段的一个情形会蛮明显而立即的。以往路口至少需要4支监视器才会当完整监控，现在只需要透过一台无人机空拍就会当做到。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这种角度的监测也是过去从来无的。靠这个控制要控制4个方向，想要看路网，所以对于了解这个路口周遭比较大范围的交通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个是全国第一个啦，用这个角度来拍交通状况，而且用 AI 辨识的模型来辨识车辆量。为了提供更加完整的资讯，交通局也跨单位整合公务局、消防局、水利局、警管等无共来源的道路资讯，并用更加视觉化的方式，针对即时交通资讯网进行改版，提供道路施工、饮水、车祸事故等这些事件资讯，提供给民众查询来使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